來看東南亞這個叫車兼外送的這個企業 Grab， 伊是宣布以6億的美金，甲台灣的 Foodpanda 甲買落來。也毋過因為 Grab 的投資者呢是有中國的背景，這是引起社會關注。經濟部是表示講，目前是還未收到業者的送件，後手若做有收到，安尼就會依法來審理。甲買物件放入去外送箱仔，身軀頂穿Foodpanda制服的外送員，透早就去超市客貨。Grab 宣布要用6億的美金現金來買台灣Foodpanda了後，是引發真濟討論。尤其 Grab 初期的投資人，包括中國大陸的滴滴出行等等的業者，不止個佇咧去美國上市了後，中資持股的比率是降低。經濟部投資審計署表示，目前還無收到業者的送件，會依法審查。原則上，我們在收到投資人的申請之後，其實我們都會去看他的上層股東結構，去確認說他有沒有入資持股超過30%，或者是有沒有控制力的問題。經濟部指出，雖望業者佇咧美國上市有公開資料會當查，不過就要等業者送資料申請案件，看敢有甲資料換新。不過目前依照公開資料顯示，一直到去年底 ，Grab 上大的持股是 Uber， 佔大概13%。學者提醒，變大經濟時代會產生規模效應，是毋是用間接投資，還是佔有股份來高佔市場，需要主管機關進一步釐清。平台會大者恆大，小者恆小。它會產生非常明顯的這種排擠，以及聚集到最後只剩極為少數，包括消費者乃至於平台特約的工作者，都會產生相當的影響。學者就分析，自2014年5月 ，Uber Eats 捌宣布要甲Foodpanda買落來，不過最後去互公平會以反高佔市場做理由來否決。這回Grab出手是毋是有相像疑慮，嘛變作是審查的關鍵。記者綜合報道。